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啊，迄天吼下晡时啊，我去找阮知己的江国的国情啊，我知啦。北部广播界名主持人阿国啊，对，因为伊的名甲我同一个国嘛。阮两个真知己呢。我若去拢吼，伊拄啊下晡时啊节目播完啊，较轻盈。结果入去到伊的办公厅呢，我坐伫咧椅仔位，搁咧摇头甲面，讲兄等你收干呐。煞毋知影听众朋友敲电话来甲我嫌安那上，国情啊，你着知。我对食品、药品成分讲究上界注重着即项。注重即句话社会咧流传。目前国情落去查，日本时代日本人来编的台语词典。台日大词典内底就有记载，表示日本时代人就讲一句话啊，注重就是解说注重。我对成分上界注重呢，我袂使甲人客吼安尼食偷呢。哦，讲到即句食偷，朋友，这原啊共款记载伫咧台日大词典内底，食偷解说，就是偷工减料。迄若过肝、过目睭的，人迄个汉药黄连，本来药方顶头写讲落3钱，我毋敢甲落2钱。啊，有影你讲兄，你即个人都做信用的，对？我半点都无食偷，所以我的产品算本袂货。人客敲电话来甲我讲安那，互迄听众朋友敲电话啦，甲讲兄嫌啦，讲平平下晡2点的节目，我听倒一旁别个主持人平平过关，人5盒1000啦，你1盒1000啦，听来到遮吼，咱就知影讲吼，原来迄个无顾信用的主持人。敢趁会来、拐会来就好，甲你写介绍，迄有毋是无？因为上尾饲百样人嘛，我才甲讲遐安慰讲，啊，当迄倒来搅闹即句话，南部原来有人音法无共，讲叫做搅闹，意思解说拢相像，毋是正经要来甲你竞争的，要甲你即种老好吵，要甲你冰撇啊，要甲你演好倒的就对啊。所以我甲阿公兄解说，讲吼，你着爱知呢，讲兄，社会上。个人的生理做一款，毋过咱爱有信心，讲咱的听众朋友，伊也理解1分钱1分货，一半下啊，互怪去，到落尾会翻头，会学落，你才是讲究信用、讲究成分的。所以国情今日招你探讨3句动词台湾话，拢是台日大词典内底查出来，老辈咧讲的台湾话。